威廉离家出走。有一个查甫囡仔叫威廉，因为伊的姐姐要抢伊心爱的狗仔，伊感觉姐姐无爱威廉啊，所以就伫半暝带伊的狗仔偷偷离家出走。威廉有2只狗，因是布做的，细只的叫露露，大只的叫欧斯，因拢是威廉的好朋友。威廉带因做阵离家出走。因为威廉也未困饱，所以就伫花园困去啊。威廉醒起来的时阵，看到一只妖精，是一只足古水的妖精。威廉就问：你是谁？妖精就讲：我的名叫青青。威廉就问：你的名哪会甲我的姐姐同款呢？妖精讲：因为我是你的姐姐妖精。威廉就问：为什么我无妖精呢？妖精讲：你的妖精就伫你的手顶头啊。威廉就问：为什么我的妖精是狗呢？妖精就讲：因为你是上特别的。威廉讲到一半，就感觉足枵的，妖精就带威廉去食物件。因要出发的时阵，迄2只狗就变做妖精，问讲：阮腹肚足枵的，阮嘛要食物件。因就出发啦。因来到一间咖啡厅，露露甲乌斯看到一块足好食的煎蛋糕，因就开始冤家。露露讲：我要食，你袂使食。乌斯讲：毋是，应该是我食，你袂使食。威廉就讲：莫吵啊，莫吵啊，我才买互恁食。乌斯甲露露听着欢喜甲笑嗨嗨。食了，因就转去原来迄个花园。露露就甲威廉讲：你爱转去厝里才对，若无妈妈甲爸爸会烦恼哦。妖精嘛讲：对啊，对啊，安尼无怪哦。威廉就讲：毋过，我想要先去海边耍，才转去。乌斯就讲：好，毋过耍了就爱转去啊。威廉讲：好，我耍了一定会转去。威廉伫海边耍水，耍甲足欢喜的。看到毛蟹咧行路，威廉就讲：足趣味的。威廉阁捡到足侪海螺仔，伊讲：我要甲海螺仔送互我的爸爸、妈妈、姐姐甲我的朋友。露露讲：还阁爱送我哦。乌斯嘛讲：毋是，应该送我。威廉就讲：好啦，恁拢有啦，恁毋通阁冤家啊。露露甲乌斯就讲：太扁啊。威廉感觉爱困，就困去啊。妖精青青、露露甲乌斯就甲威廉变细，用背的甲威廉带转去。透早，威廉困醒，发现伊伫厝里，伊就紧找看伊的乌斯、露露甲海螺仔敢有伫咧。威廉一直找，总算找着啊。威廉想要互露露甲乌斯欢喜，所以伊决定无要阁离家出走，因为露露甲乌斯甲伊讲，毋通离家出走。
威廉以后嘛无爱甲姐姐青青冤家啊。青青的枵姐甲青青讲，威廉变乖啊。青青足欢喜的，后摆嘛无爱甲威廉冤家啊。毋通冤家学，若无会互爸爸甲妈妈修理学。